台日国际交流高峰会每年将迈入第10届，对2018年第4届伫咧高雄市举办以后，每年将是第2届刷来台湾举行，并且由台南市议会主办。透过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基金会邀请，包括日本全国日台友好议员协议会会长藤田和秀、理事长远藤富士雄，以及3位副会长，嘛特别前来拜会台南市议会。由着议长区里里等这位议员共同接待。我们非常重视台日国际交流高峰会的这个深化台日友谊的重要活动。希望今天在座各位贵宾都能够畅所欲言，提供宝贝的意见及分享经验，协助台南市议会顺利圆满地办好第10届台日国际交流高峰会。在此要感谢所有为了这一次准备会议特地从日本各地远道而来的贵宾，相信有您们的大力支持，一定能让明年的台日国际交流高峰会尽善尽美。非常期待明年能以地主的身份接待大家。再次谢谢今天所有贵宾的参与，祝福台日友谊长长久久。会中包括议长、副议长，还有民进党团总召郭宏仪、无党团结联盟总召陈坤和，加国民党团副书记长詹培雅等议员与会。会中并且由议长代表接受请托书。议长表示，配合明年台南400，相信明年的台日国际交流高峰会一定会办甲尽善尽美。台南新闻综合报道。